友咧，今年係屬於變化多端嘅一年嘅，排行榜當中係屬於排名第12嘅喎。今年最大嘅問題咧就係犯太歲啦，今年係沖太歲嘅，即係代表容易有一個感情啊、事業或者係居所方面嘅變動嘅喎。再加上咧，今年命宮中咧非常之多一個空星嘅，雖然講有一個所謂嘅化煞星啦，可以幫個災難咧減低嘅，但係今年咧萬事咧都係要小心為應嘅喎。至於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因為沖太歲咧，即係代表多變動嘅。打工作嘅朋友咧，特別咧想轉換呢個工作嘅環境啦，所以今年咧特別想換工嘅喎。但可惜因為命宮中一個欄杆啦，即係代表成個過程咧並不順利嘅。至於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有一個困辱星啦，即係代表容易一個是非官非嘅問題嘅喎，所以一定要小心啦，一定要宜守不宜攻啊。雖然講今年命宮只係一個月空咧，就係特別幫你化解個問題嘅，但係都係建議咧今年咧一定要小心啦，意退雲上咧只可以海闊天空嘅喎。咁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大耗星啦，即係大破財嘅，所以今年咧有好多咧你意料之外嘅開支啦，例如無端端車壞咗啦，需要大整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今年命宮中有個困辱星啦，即係代表容易一個是非官非咧而惹起嘅所謂嘅錢財嘅糾紛嘅喎。記得啦，今年一定要量入為出啦，切記咧做呢個高風險嘅投資嘅。至於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因為有個歲破星啦，即係代表容易多變動啦，例如可能有結婚啊、分手或者係生 BB 嘅喎。咁到底運勢係好或者壞咧，就要睇我本書啦。咁當然啦，今年咧因為有呢個欄杆星啦，咁對於單身一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就多愁善感啦，十分之不利於感情嘅。咁至於有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因為個天哭星啦，即係代表情緒唔穩定嘅，特別容易為咗個小事而大吵嘅喎。所以建議咧今年咧多溝通啦，咁咧心平氣和咧先可以解決問題嘅。咁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因為有一個災煞星嘅，即係代表容易多災多難嘅，特別容易有一個受傷流血嘅事情發生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今年咧你係有做手術嚟講嘅話咧，可能就應咗一個所謂嘅血光之災啦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要十分之注意一個所謂嘅車禍啊，或者係破相之類嘅問題嘅喎。尤其係農曆嘅5月份同埋11月份咧，特別要注意嘅。咁啊，建議屬鼠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就不妨咧多咗一個藍色啦、金色或者銀色方面嘅衫啦，可以幫助提升自己嘅運氣啦。至於開運貼士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就不妨咧去買人壽保險啦，或者係意外保險啦，去幫助咧化解個問題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今年個風水佈局嚟講嘅話咧，就不妨喺個東北方嘅位置咧，放一個水養嘅富貴竹咧，可以穩定自己嘅情緒嘅喎。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一個貴人有力嘅一年咧，今年係屬於排行榜當中嘅第3名嘅喎。今年咧雖然講係傷害太歲嘅一年啦，代表輕微嘅犯太歲啦，但係今年命宮中一個強而有力嘅貴人星嘅，所以無論喺事業、感情或者係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都十分之唔錯嘅喎。至於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因為紫微同埋龍德星嘅降臨啦，所以無論係打工一族或者係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嘅事運咧非常之好嘅喎。只要付出少少努力嚟講嘅話咧，就會得到好大嘅收穫啦。咁當然啦，今年命宮中有個天厄同埋暴敗啦，即係代表容易有口角是非嘅事情發生啦。但係只要你今年咧少管閒事，千祈就唔好斤斤計較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事業成功率咧係非常之高嘅。至於財運方面嚟講咧，今年因為有紫微同埋龍德星嘅降臨啦，所以無論喺正財或者橫財方面咧都相當之唔錯嘅。打工仲有朋友咧有機會咧加薪或者係分花紅嘅喎。至於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咧，就不妨咧做呢個多元化嘅投資咧，得到呢個回報率係十分之高嘅喎。咁今年咧如果揾到錢嚟講嘅咧，就不妨咧多啲去投資啦，或者去購買個物業啦，或者攞去創業，甚至乎咧儲起嚟咧都十分之唔錯嘅。至於愛情生活嚟講嘅話咧，雖然今年咧冇一個桃花星降臨啦，但因為有紫微同埋龍德星嘅，所以咧對於單身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可以通過貴人嘅幫助咧，認識到一個異性對象嘅喎。第二，對於已經結咗婚或者有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因為有個天煞星咧，即係代表容易有一個冷戰嘅事情發生啦，再加上一個是非口角同埋謠言嘅，所以今年一定要處理個感情生活嘅喎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六害咧，即係代表六親不和嘅，所以今年一定要注意咧家中嘅一個成員嘅一個關係啦，記得啦，唔好嘈交啦，搞到個家嘈屋閉嘅喎。至於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最大嘅問題咧就精神容易疲倦啦，可能因為咧應酬多啦，所以今年咧出外嘅機會比較多啲，一定要注意個飲食嘅衛生啦，爭取個睡眠嘅。
今年咧有一個暴敗星嘅降臨咧，即係代表一啲突發性嘅身體健康嘅事情發生嘅喎，例如咧高血壓啊而引起嘅所謂嘅腦中風啊，或者係心臟病之類嘅嘢嘅喎。咁再加上今年嘅天煞星啦，即係代表容易一個血光之災嘅，所以無論喺揸車方面或者過馬路方面嚟講咧，都要打醒12分嘅精神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今年咧就千祈咧冇煙酒啦，記得咯，有少少病痛咧就即刻去就醫咯。咁咧建議今年咧屬牛嘅朋友咧，不妨多咗個紅色啦、紫色同埋米黃色方面嘅衫褲嘅喎。咁至於開運貼士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就不妨多啲少年型人啦，可以提升你嘅運氣嘅。至於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就不妨喺個南方同埋西北方嘅位置咧，放一個金屬嘅物品可以化解個病痛星嘅喎。屬虎嘅朋友咧，今年屬於一個低調行事嘅一年嘅，排行榜當中屬於第11名嘅。今年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一粒吉星都冇啦，好多空星嘅喎，所以咧今年做乜嘢咧都要靠自己嘅個人力量啦。記得啦，一定要時不時警惕自己咧，冷靜嘅處理所有嘅問題嘅。至於事業方面嚟講嘅話咧，雖然今年係3日太歲啦，即係代表人緣好啦，但係對你個幫助咧唔大嘅喎。打工作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是非十分之多嘅，因為命宮中有個所謂嘅白虎啦，或者係子輩嘅，所以今年咧做咩都好咧，都特別多人批評你嘅喎。咁至於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嘅運勢咧都十分之差嘅。今年有一個飛輪星啦，即係代表咧徒勞無功啦，再加上呢個所謂嘅一個天紅星啦，即係代表人介入個商業嘅鬥紛啦，再加上呢個嘅吞劍星咧，就代表人對你虎視眈眈嘅，所以今年咧記得一定要大眼識人咯，盡量咧多啲多人讓嘅。至於喺財運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比較反覆不定啦，尤其要注意農曆嘅7月份啊，特別容易破財嘅。今年咧無論係打工一族或者係做生意嘅朋友嚟講嘅話咧，千祈咧就冇貪心啦，因為天下咧就冇一個免費嘅午餐嘅喎。今年咧做任何投資嚟講嘅話，一定要做好功課嘅，千祈咧就唔好信他人俾意嘅意見啦，可能咧就會屬於貪而變成貧嘅喎。至於愛情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因為今年3立太歲咧，即係代表咧容易有人緣啦，多啲識到朋友啦。今年咧特別容易咧同你識咗好耐嘅朋友發生戀情嘅喎，所以單身做朋友嚟講嘅話，不妨注意自己身邊嘅舊朋友咯。咁至於有咗伴侶嘅你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今年一個白虎啦，即係代表一個小人咧，即係從中破壞或者係離間你之間嘅感情嘅喎。記得咯，今年咧多啲咧主動同你嘅伴侶溝通啦，咁多啲咧同佢去旅行啦，可能啊幫助你提升你個運勢嘅喎。咁至於喺個健康方面嚟講嘅話咧，今年有一個天煞星啦，即係代表容易一個大災病嘅。如果你本身咧曾經咧有一個大病啱啱好翻嚟講嘅話咧，咁你特別要小心啦，容易咧即係舊病復發嘅喎。再加上咧今年個白虎啦，代表容易一個血光之災嘅，所以今年咧無論去旅行或者係出外公幹嚟講嘅話咧，一定要注意個安全嘅措施啦。咁如果今年咧係有開刀嚟講嘅話咧，可能都會應咗一個所謂嘅血光之災嘅喎。咁今年咧個開運顏色嚟講嘅咧，就不妨多咗一個綠色啦、黃色啦，或者係藍色嘅。咁至於開運貼士嚟講嘅話咧，今年咧就不妨咧多參加個激勵嘅課程啦，去幫助咧提升自己嘅自信心嘅喎。至喺風水佈局方面嚟講嘅話咧，就建議你咧不妨咧喺個西方嘅位置咧放一個紅色嘅物品啦，可以化解個是非星嘅喎。